弄非洲硬菜怎么飞了，叫你当啥咯？别嘛没讲做工，别嘛没讲做路工，我帮一工，不不怕这个，叫你啥这个当的人多，他妈塞巴的，推这个嘛别嘛的，别那啥嘛，但个不是有了偏见的，也说怕的，来见的不，不巴来的不，啊，工资怕的叫你这个当的人都不满汤。毛个不烂汤，毛个撒汤多，撒汤个讲你吧的，米阿这怕这个的这个多，给了不满汤，毛个不烂汤多，米阿个苦吧的，也是罗马来了这边了，都毛个东路的边好，毛个瓦路的边好，毛个里沙蒙的边好，毛个都爬西都边了，穿的鞋的穿，路的边好，也是罗讲路嘛好吧，第二是南面那牙库、kra库、车库，也不爱妈妈来吧的。好不容易吧着，这个也嘛这边咯，连那个你还没这个当发咯，当发嘛咯，明明这边个当发最常见咯，一头个个把人硬菜个是，弄我干嘛那种硬菜着，一头不得个，这个咯当发咯个，一头地公么是，一头硬菜着么种怪个嘞么种变了，哦你咯，一头来，他妈这个我不来的，他妈别人说路不来的，他妈把他逼他的，也不变不了一头咯。弄非洲硬菜怎么飞了？叫你当啥咯？要不然嘛，叫你当啥咯嘞？当得你嘛嘞？路讲了你嘛怎么？啊，讲错了你嘛怎？人说了你嘛怎？没办法不？飞比了样，弄比了样一般，对的，开把好看把好一般，没得办法说个。哪里把了嘛不让呢？叫你当啥咯个？特别是来别出个，特别是过来毛这个叔叔叔伯的来别出个，飞嘛哈，弄了比了的。也不能不知道啥啦，那么红个烤肉皮吧，好嘞，走吧。